迎收睇星期四嘅理財有計啊！今日同大家去介紹下啲新嘅高息產品。請埋我身邊嘉賓出嚟啦！我身邊有特許另類投資分析師協會黃浩然 Stephen 喺度啊！早晨 Stephen。早晨 Crystal。係啊，歡迎你上嚟啦！因為咧，我哋今日就想講下啲又唔算話新嘅，只不過我哋平時咧比較少接觸。冇錯。咁啊就叫做一啲商業發展公司，英文簡稱叫做 BDC 啦。其實我聽講話啲息咧，有時去到8厘樓上都有嘅喎，係咩嚟㗎？其實好啊。咁啊，先介紹一下 BDC 係咩啦。咁其實 BDC 就好似一般嘅投資基金咁樣，咁佢都係揸住一籃子嘅投資資產嘅。咁同一般嘅基金，咁佢哋嘅投資策略都會有所不同。咁一般我哋講嘅 BDC 咧，通常都會投資喺一啲私募市場嘅信貸啦，或者係股權，即係我哋一般所講嘅私募信貸同埋私募股權嘅。咁啊，呢啲亦都係算係另類投資嘅一種嚟嘅。咁啊 BDC 一啲特別之處咧，就係佢係需要將佢收入嘅90%或以上咧，就分派俾 BDC 嘅投資者嘅。咁喺呢方面其實令到佢會有啲似我哋常見嘅 REIT 即係 REIT 即係呢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只不過 REIT 後邊投資嘅通常就係一啲房地產相關嘅資產，就同 BDC 有所不同咁樣。咁嗱，佢哋係有啲咩唔同咧？即係譬如因為好似啱啱你話齋啦，咁過去我哋成日睇嗰啲 REIT 就係你投資完啲房地產嘅咁樣，咁啊收翻嚟有利息，咁然後就可以派俾股東或者係派俾我哋啲散戶啦咁。咁佢哋其實投資啲咩㗎？今次我哋講嘅主要就係投資喺私募信貸嘅 BDC 啦。咁或者簡單講下咩叫私募信貸先啦。咁可能大家觀眾咧都會對於一般嘅公司債咧有一啲認識嘅。咁我哋就用公司債同私募信貸嚟到做一個係簡單嘅比較。即係突顯一下佢哋之間嘅主要嘅不同啦。咁首先一般嘅公司債咧，佢係債券嘅形式，咁通常都比較標準化嘅。咁但係私募信貸咧，佢係一個喺私人市場或者私募市場啦，咁佢係一個貸款嚟嘅，條款咧就比較靈活嘅。例如有啲時候咧，可能係會帶有擔保品嘅，咁啊可以有助降低呢個損失嘅風險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流動性啦。公司債咧，通常佢個流動性都比較高嘅，即係話投資者咧比較容易會喺呢個二手市場做交易。但係私募信貸嘅話，呢個流動性相對會比較低啦。一般咧都係喺一啲專業嘅投資機構之間先至會做交易嘅。另外一樣嘅分別咧，就係呢個佢嘅票息嗰個設計上啦。通常咧公司債咧都係以一個所謂固定嘅息率即係舉個例，可能係發行嘅時候定好咗係6%，咁呢隻債券直至到佢到期之前咧，你都會每年收到6%，係唔會因應市場利率變化咧而有改變嘅。但係私募信貸通常咧都係用一個浮動利率嘅方式設計，即係話如果市場利率上升，咁呢啲私募信貸即係貸款啦，佢嗰個利率咧亦都可能會跟住上調嘅。個情況就有啲似可能我哋平時市民走去借一個私人信貸或者借一個樓宇按揭咁樣，係會跟住市場利率變化嘅。咁呢啲就係主要分別。主要分別嗱，我就簡單即係再講一講佢哋究竟其實做啲咩啦咁樣。啱啱好似你話齋啦，同呢個公司債有啲似嘅，即係公司債因為其實嗰間公司都係發債，然後就去借錢啊，或者係攞翻啲錢嚟咁樣啦。咁如果我哋去買公司債咧，某程度上我哋好似變咗佢哋嘅債主咁樣，我哋借啲錢俾佢哋，咁當然佢就係會派翻啲息俾我哋啦。咁今次呢一個咧就我哋唔使做嗰間公司嘅債主嘅，因為呢一個咧嘅商業發展公司咧就係直接成為佢哋債主啦。冇錯。簡單嚟講就係話，因為佢哋主要係啲細公司嚟㗎嘛，細公司本身喺市場上可能都冇乜信貸評級嘅咁樣，就好難向銀行借錢。咁借唔到錢，咁就揾啲商業發展公司去借啦。咁佢要借俾佢哋都要俾啲高息㗎嘛，咁樣。咁所以呢紮中間嘅商業發展公司就係賺緊一個利息嘅。冇錯。佢賺到嘅錢，然後就分翻俾我哋啦。因為我哋譬如去買呢啲嘅商業發展公司 BDC 咧，咁就會收到個息啦。咁係咪真係好高息㗎？即係講到話8厘幾樓上真係有咁高㗎？係啱嘅。因為畢竟咧佢呢啲 BDC 背後揸住嘅私募信貸啦。嗰個借款嘅對象，正如你所講啦，借款人咧係一般係可能個規模比較細嘅公司啦，又或者係個信貸評級冇咁高嘅公司啦，咁有啲時候咧嗰個私募信貸嘅策略咧，甚至會係進取啲，例如係嗰個設計可能係介乎於傳統嘅債務同埋股權之間，
咁咧就風險高啲，但係潛在嘅回報咧亦都會高啲嘅咁再加上佢本身嘅流動性比較低啦，咁所以投資者咧都會要求一個額外嘅回報嚟到補償呢個低嘅流動性。咁我哋會叫呢個額外回報叫做流動性嘅日價啦。咁所以綜合考慮咗咁多呢啲風險因素或者設計上嘅特色之後咧，咁就會導致到私募信貸咧的而且確係一般係會帶俾我哋一個高啲嘅息率嘅一般就8厘以上。咁如果頭先講到嘅嗰啲比較高風險嘅策略嘅話咧，可能甚至會高到去譬如15厘20厘，甚至更高都有嘅。但係喺邊度買到咧？因為感覺上喺譬如我哋港股又冇乜呢一類啦，即係好似你啱啱所講啦 ，REITs 嗰啲房地產信託基金，我哋上市就買到啫。我哋港股又冇呢一紮喎，點投資㗎？其實咧喺美股嗰邊就都有唔少嘅 BDC 上市咗嘅。咁歷史亦都有翻咁上下啦。跟住 BDC 上市個情況，其實對於散戶投資者嚟講咧，嗰個投資亦都相當容易，因為佢就好似一般平時我哋買美股啊，或者美國上市嘅REIT 啊，或者係一啲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咁樣嗰個交易嘅方法基本上係大同小異嘅。嗱咁啊，既然喺都易接觸，都易買到啦，我哋都知道佢可能係高息多啲啦。調翻轉都要諗下風險，冇理由咁傻瓜，真係穩陣可以派到8厘息俾我哋。因為我就係重點就係要睇佢哋穩唔穩陣。話晒佢哋全部都係投資一啲中小型公司嚟㗎嘛。咁抵唔抵得順呢一個市場風險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前幾日上個星期仲講緊話美國國債都話啲人話信心脆弱嘅，要拋售美債嘅。呢啲係買中小型公司嗰啲債務嚟嘅喎，怕唔怕㗎？的而且確係呢類型嘅信貸咧，因為嗰個對象係一啲比較細規模啦，或者個信用質量冇咁高嘅公司，咁的而且確嗰個信用風險係會高啲嘅咁所以嗰個回報亦都相應地提高翻啦補償嘅呢個風險啦。咁但係另外一個角度睇啦，其實如果從利率風險嘅角度咧，反而呢啲私募信貸嘅 BDC 咧，佢因為係浮動利率嘅關係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可以幫助投資者咧係對沖到呢個利率嘅不確定性嘅因為一般嘅債券嚟到講啦咁如果利率上升嘅話，債券價格好可能會下跌嘅，係一個反向嘅關係但係對於私募信貸嚟到講咧，如果利率上升咁佢個息率亦都會跟住上調咁個價格就會冇咁敏感。但係咧就係話關鍵驚唔驚佢賺息蝕價？因為咧，譬如如果我哋都要睇翻近排，咪就係因為個市況都波動噶嘛。好似美股今個月以嚟都因為對等關稅啊等等嗰啲嘢都跌咗唔少嘅。咁但係咧，譬如我哋睇下版面上呢幾隻啦，呢啲嘅相關股咧喺我哋最右邊嗰度就睇到今個月嘅股價咧，其實佢哋都跌成6至到12% 都有嘅喎，即係比起個大市仲跌得深嘅喎。驚唔驚真係會賺息蝕價㗎？其實呢個都係重要嘅考慮嚟嘅因為我哋從一個收益嘅角度想揾一啲高息嘅投資嘅時候，都會擔心你所講賺息蝕價嘅咁近排個市況的而且確係比較波動，但係我哋如果睇長線少少我哋參考圖表上邊嘅嗰個過往3年每年年化咗嗰個總回報咧總回報嘅意思就即係包括咗股價變動嘅影響啦，同埋收息嗰個回報一個總回報咁年化咗之後咧，我哋會見到其實都有過10厘至到大約13厘嘅。如果參考呢幾隻係比較大規模啦、流動性比較高嘅比較有歷史嘅 BDC 做例子嘅話咁當然近排嘅市況咧的而且確係好波動嘅。其實我哋都見到係地緣政治嘅影響係令到各類型嘅資產無論係風險資產定係一般人認知嘅所謂嘅無風險資產，即係美國國債咧都有大幅波動嘅情況咁所以的而且確係真係要做投資嘅時候咧，係要小心啲睇翻當前嘅市況啦。因為畢竟雖然 BDC 背後呢啲裝住嘅私募信貸咧，佢本身性質照計咧係比較接近一般嘅債券，而冇咁接近股票嘅風險係低啲比起股票嚟講風險低啲，回報亦都低啲比起公司債咧風險係高啲，回報高啲，介乎兩者之間咧可以話。咁但係畢竟佢以一個 BDC 嘅形式上咗市之後咧咁就令到佢會比較容易受到外圍因素嘅影響例如情緒波動嘅影響供需變化嘅影響咁所以嗰個價格嘅波動咧係可能比較明顯，但係亦都唔一定係反映緊背後嗰啲私募信貸嗰個信用質量嘅變化嘅。咁如果係咁咧，即係佢始終都係會受啲外圍影響咧，我哋係咪應該等個市再穩定啲先去揀呢啲係比較好㗎？其實我諗
本身呢啲 BDC 咧，可能因為佢背後係一種私募信貸啦，所以我個人咧就會覺得係應該持有一個比較長線投資嚇，或者係累積投資嘅方式嚇，就少用一啲係可能短期嘅炒賣嘅模式咯嚇。咁所以可能即係視乎翻個近期嘅市況，要再諗一諗個策略應該點做。嗱，咁但係起碼都仲有幾隻要揀咧，即係版面上都列咗唔同指標，譬如股息率又有，大家都知啦。咁嗰啲股價變動大家都識睇啦。我仲有一個預期信貸損失係咪都重要㗎？冇錯，都重要嘅嚇。呢個預期信貸損失咧，簡單嚟到講啦，佢嘅高低其實就反映緊嚇呢個 BDC 背後呢個私募信貸嘅投資組合嚇佢嗰個風險嘅高低。嚇咁啊！如果我哋見到譬如黑石嘅嗰隻啦，咁佢個比率咧係好低嘅，係0.1%嘅。啊，咁大致上就反映咗嚇嗰個組合係比較安全啦。嚇預期嘅損失比較低咧，或者係嗰個管理公司即係個基金公司咧嗰個經驗啊，或者個投資表現係比較好。咁所以可能你都會見到一個大致上嘅趨勢，就係通常個息率比較高咧，其實可能都係因為佢背後做緊個投資咧係相對高風險，咁所以佢呢個預期損失比率咧亦都會偏高嘅。OK， 即係高風險高回報概念啦。咁大家就係咯，今日純粹俾個概念大家，同埋即係話俾大家聽有一樣咁樣嘅嘢嘅咁樣。咁啊，大家可以自己再去了解多啲啦，撳入去望清楚佢哋係做啲咩嘅，投資喺邊啲公司嘅咁樣。今日多謝晒 Stephen 啊！多謝你。